但最重要是今天有许多位来参与拍摄，还有来参与这些工作，非常辛苦的专业的这个文化方面，还有各个工艺师的一些代表大家在这边聚集先代表市长跟大家先说声午安。非常荣幸有这个机会代表市长特别来颁发这一次情资产的一个摄影的一个赛的奖事实上，这也是我们文化局已经推动了今年算是第3年了第3年的这一个活动。那这个对于我们大台南的讲究，我们是一个文化首都，所以对相关的这一个文化资产，不管是有形无形的一个文化资产，其实在这几年我们透过文化局的各项的一个跟一些计划的推动，也非常感谢我们这么多文化专业的一个工作人员，大家长期以来的一些无私的一个投入跟奉献，才让我们慢慢累积有这样的成果。所以今天特别代表市长来跟各位做个感谢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不管你是有得奖或者是没有得奖，是否都非常感谢大家的一个投入。也希望我们这个活动未来一年一年来办下去，能够鼓励更多的专业的文化工作者，大家一起来投入。谢谢各位。谢谢秘书长的祝词在待会的请出场颁发我们在冠军的奖项那么接着呢，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我们文化局的局长叶泽山叶局长，欢迎局长来到我们颁奖典礼的活动现场那么也请局长呢上台。